我呢條頻道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，製作唔容易。如果大家睇到最後，不妨俾個讚好我，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喺尋找居所嘅過程之中，我哋往往喺情懷同價值之間徘徊。然而，位於元朗核心地段嘅好信泰大廈，卻罕見地將呢兩者完美糅合。今日就為大家介紹呢一個中層嘅單位，不僅係一處遮風擋雨嘅空間，更係一件充滿建築美學、具備極高投資彈性嘅生活藝術品。踏入咗單位，最先映入眼簾嘅係一份標誌性嘅獨特馬賽克裝飾設計，賦予咗空間一份溫馨嘅底色。中層嘅高度令到窗外嘅元朗市景如同流動嘅畫卷，光線穿透咗窗戶，同室內嘅質感交織，營造咗一種家嘅歸屬感。對於追求生活品味嘅你嚟講，呢個不單止係一間房，更係一個可以安放靈魂、充滿咗故事嘅角落。從專業嘅投資角度嚟睇，呢間一房單位最驚人嘅價值在於前瞻性嘅結構設計。發展商喺初時規劃時已經細心預留咗位置，以便加建為兩房單位。喺房地產嘅市場之中，呢個被稱為隱性嘅面積紅利。一般一變二嘅工程往往受限於窗位同結構牆，但係呢個單位已經做好咗佈局鋪排，業主只需簡單間隔，就可以不變動大結構嘅情況之下，將物業由一房轉化為功能齊全嘅兩房，瞬間提升咗單位嘅價值。一房嘅單位吸引單身貴族同新婚夫婦，而兩房嘅單位就係小家庭嘅剛需。預留位置嘅彈性，就令到呢一份資產喺二手市場之中擁有更廣嘅接手客群，同更高嘅租金回報率。呢一場係穩賺不賠嘅空間博弈。好信泰大廈嘅地理位置，完美體現咗元朗作為全能社區嘅優勢。步行數分鐘就可以去到大馬路，元朗交通最重要嘅樞紐。除咗輕鐵站，亦係港九新界巴士路線必經之路，亦可以乘搭輕鐵一個站之隔，就可以去到港鐵屯馬線元朗站。無論係往返尖沙咀嘅商業區，定係連接內地口岸，都能喺30至50分鐘之內輕鬆完成。對於重視效率嘅都市人，呢度嘅交通網絡就係最強大嘅後盾。附近不僅有不同特色嘅商場，更迷人嘅係樓下嘅街坊情懷，各式地道小食、老牌嘅茶餐廳同新興嘅文青咖啡店並存。元朗嘅地標千色會帶動咗附近嘅人流，形成咗一種極具生命力嘅生活圈。家唔應該係靜止嘅，係應該隨住人生嘅階段而成長。呢個單位最動人之處，不單止在於單位已經重新裝修，換咗新電器，度身訂造咗個床架，仲重新喺唔同位置加建咗電插頭，俾居住者感覺到一份溫暖同細心。試想像一下，一對年輕嘅夫婦喺呢度置業，初期喺一個寬敞嘅一房之中享受二人世界。幾年之後，隨住小生命嘅到嚟，預留咗嘅空間就可以化作溫馨嘅育兒室。呢一種同屋主共同進步嘅靈活性，係現代嘅建築中極少見嘅人性化考量。牆上嘅馬賽克見證咗時光嘅流轉，呢個預留嘅房位，亦係對未來幸福嘅承諾。總結而言，呢個係一個集藝術美感、地理優勢同極致實用性於一身嘅優質單位。無論你係尋求穩定嘅收租投資者，或者你渴望喺元朗中心築巢嘅用家，呢一度能夠滿足你對理想物業嘅所有想像。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呢個單位嘅溫暖同埋細心，不妨聯絡我。